各位乡亲平安，欢迎收看今仔日8月18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丹妮。今仔日各地拢不离烧热，气象署发布高温的资讯，双北甲彰化是柑仔色的灯号，也那台中、台南甲屏东是黄色的灯号。咱来看温度。今仔日东半部的高温是31度至32度，西半部有甲34度至35度，也那大台北地区甲中南部外山区可能会甲36度。尤其是受到南边云系影响，东南部会落短暂雨或者是雷公雨，其他的所在是侪云较好天，不过过昼会落西北雨，尤其是西半部可能会熊上大雨。为拜四开始水汽会减少，这雨嘛会慢慢较少。昨昏全台湾会当讲是热到要海气，温度降到超过37度，嘛因为对流真旺，过昼开始变天，高雄的田寮甲旗山煞伫咧路边角。气象署讲，为今仔日开始到拜三，天气会搁较无稳定，可能会上大雨，提醒各位乡亲都要特别注意。滨江啊，亲像雨上看一直公里的车顶，高雄民众赶紧摕手机啊，翕一个真罕的看景象。气象署昨日暗头啊，对着高雄、田寮、旗山、美浓来门这所在发布大西北雨及时的信息，提醒民众要注意剧烈的天气，可能天顶随便面，无久就路边甲雨落。一直在下冰雹呢，还在下呢，下很多呢。高空冷心计也报道，和对流发展警告风声，18开始到20受南方云系影响，气象署提醒天气依然是无稳定。可能是周一到周三这段时间，到时候在台湾的东侧也可能会有一个高空的冷心低压往台湾接近，所以到时候在下周一到下周三也有可能会发生类似的情况，就是午后对流的发展高度会是比较高的，那当然也是不排除会有一些比较剧烈的天气现象。因为台湾周围两个正在发展的热带扰动发展真慢，对台湾是没有直接的影响。那它对台湾的天气是没有太直接的影响，但是就是刚好提到，可能因为受到它环流的影响，在明后2天在南部沿海还有恒春半岛要留意，可能会有一些长浪的现象。18到20受到南方云系北移影响，西半部到东半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可能，南部地区甲中部山区有大水雨。到21到22太平洋高压向西延伸，各地就大致上恢复多云雨天的天气。记者综合报道。真前风台洋流扫来，全台湾的农损是超过4亿，其中台东是上较严重的，损失有占3亿。行政院长杜永泰10日去勘灾，嘛宣布5大方案来协助中建。另外，彰化7月份因为连续落雨，造成芭乐园的果子是规个落了，再来到中秋，到时可能会无芭乐通好卖。种芭乐的人行来芭乐园内底，原本这时阵应该是爱摕芭乐柚果套地的时阵，不过详细一个看，芭乐树顶面芭乐叶剩无济，未少芭乐树顶面花一个开就随下去了。这个里面都是烂掉的，对，都烂掉了。哦。农民讲这是果子树的保护机制，不过也好结果量减少真多。彰化社头是国内芭乐重要产地，不过受到7个大水雨，和芭乐树受损严重。农民估计，虽然2个月可能继续减产，芭乐树也需要时间恢复，可能至少半年了后，芭乐产量才来回稳。今年量如果这样泡水根部受损，有可能预期可能会比去年还个价格往上涨。因为7摆风台全台总农损金额超过4亿3千万，台东是首先受到冲击，也造成严重的灾害，农损金额达到3亿1599万，占73%，上加严重。行政院长杜永泰10日也来到台东来勘灾。务农真的很辛苦。对呀，这5年遇到3次，但是我们需要部长，我们都给他更多的资助啊。杜永泰也对受灾青年农民来加油，随即也宣布5大方案协助台东，包含实施中建补助专案、农业保险赔偿、蔬菜补助，也有技术辅导方案，以及启动电线地下化规划评估等。在极端气候里面，我们对于免现刊的标准再去重新调整一下，因为实在是来得太频繁，而且各种受创的程度吧，我们再重新评估一下，要照事实来做。杜院长也讲会真紧来协助地方复原，因为地方民意代表也希望中央应该协助自有资源不足的台东更加多资源来加强提升防灾工作。记者综合报道。各位乡亲，再来咱来看今仔日早报的重点。咱先来看《中国时报》，
内政部已告修正办法，台湾人因为领中国护照或者是伫咧中国徛户口，失去台湾的身份。若是想要恢复台湾人的身份，都要符合对台湾国防安全有重大贡献等3项条件。来看自由时报，根据主计总处的调查，去年咱国的民众平均一年所得约73万，创下历史的新高。其中30岁以下平均是559700块，年前13700块。过来看联合报，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今仔日会去白宫甲川普见面，讨论罗西亚甲乌克兰的战事。这一届包括法国、英国甲德国的头人拢会做伙出席，较袂因为川普的立场伤过瓦罗西亚，去伤害到乌克兰甲欧洲的安全。8月15日时阵，川普甲普丁会谈有进展，不过并无达成协议。普丁提出6项条件，要求乌克兰都要甲国土挂予罗西亚。若川普这边是无阁讲停火，该讲双方爱来准备和平协议。Again, Mr. President, I'd like to thank you very much, and we'll speak to you very soon, and probably see you again very soon. Thank you very much, Vladimir. Next time in Moscow. 甲普丁会面了后，川普亲像进前所讲的，敲电话予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欧洲多国领袖甲北约秘书长。了后，川普伫正式社群写文章讲，各方一致认为，若要无约束力的停火协议，不如罗西亚甲乌克兰双方就进一步向和平协议来努力。One or two pretty significant items, but I think they can be reached. Now it's really up to President Zelensky to get it done. And I would also say the European nations, they have to get involved a little bit. Разговор был очень откровенным, содержательным, и, на мой взгляд, это приближает нас к нужным решениям. 那川普通话了后，欧洲各国领袖一致肯定川普终结罗西亚甲乌克兰战争的努力。不过，其实无讲到川普所讲的和平协议。德国总理梅尔兹是讲，美国甲罗西亚、乌克兰3国峰会应伫欧洲举行，也讲川普对表示，美国愿意为乌克兰提供安全的保障。hat uns ja sehr ausführlich dargelegt, wie intensiv mit Putin über Modalitäten eines Friedensabkommens gesprochen hat. Bis hin zu der Zusage, dass Amerika bereit ist, Sicherheitsgarantien für die Ukraine zu geben. Das ist in der gemeinsamen Pressekonferenz gestern so noch gar nicht zum Ausdruck gekommen. Das finde ich ist ein wirklich großer Fortschritt, dass Amerika bereit ist, solche Sicherheitsgarantien mit uns Europäern zu geben. 不过，根据洛杉矶时报甲路透社这主流媒体引用熟悉内情的欧洲官员的报道，普丁其实有向川普讲要取得乌克兰东部顿巴斯，也就是顿内茨克甲卢甘斯克大约6600平方公里的领土，也对伫扎波罗热甲赫尔松这所在冻结前线是持开放态度。公视新闻王如梅编译。中东的消息，咱要来关心以色列顶礼拜批准占领加沙。即马以色列的军队已经伫遐强制加沙的百姓疏散去南部，这毋但引起国际的批评，以色列人质的家属嘛发起罢工，抗议政府加关战事的规模，说是毋透过停火谈判，互人质赶紧倒转来。愤怒的群众行伫特拉维夫街路，为要停场的全国大罢工做者开始。全以色列有超过400个地点加入这场抗议。If we won't stop the country will not survive. It's demolishing the country. It's destroying the label Israeli and Jewish. When the Jewish people was not in such a terrible condition since the Holocaust. 目前，哈马斯手头要过50个以色列人质，为救回人质，消灭哈马斯。顶礼拜，以色列安全内阁才批准以色列军队占领加沙市，即马已经开始有动作。以色列国防部宣布17开始稳准发布棚，甲避难设施予加沙居民，准备将强制向南部来疏散。 תן להם את האפשרות לצאת, קודם כל לצאת מאזורי לחימה, ובכלל לצאת מהרצועה, אם הם רוצים. 韩国国际社会甲联合国拢咧警告，这恐惊引起另外一场灾难，因为基本上过加沙已经无安全的所在，加上欠水欠粮食，即马连来亲友的毛阿布拢无够。مفخر قبل قاعدين لابن عمي الله يرحمه رحمه الله عليه امبارح دفنا جارنا حبيبنا صديقنا حطنا ابن عمي معاه من قله الوسع في القبور فيش وسع
这几日，以色列军队也开始加大轰炸加萨市，当地一个用来避难的学校，昨日遭到以色列军队轰炸，造成母棚内底外口无辜的家庭受害。死亡大部分是囡仔甲妇女，17加萨市的阿赫利病院共款被炸7人死亡。根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国议已经宣布停发美元或者是美土第2非移民签证，或加萨人，可能接受真少数医疗进度签证。美国伊斯兰协会批评受伤甲得到当兵的加萨囡仔会安尼失去被救治的机会。公司新闻红土梅评价。来关心欧洲的国家塞尔维亚，去年有一个车头咧施工，天棚线向放弃，造成16个人死亡。民众骂政府因为食钱偷工减料，才会造成这一个意外，所以因发起游行抗议。军家到当时已经差不多要1年的时间。最近执政党若像是派人去攻击这个示威的民众，引发大规模的冲突，造成真侪人受伤，有几啊百个示威者拢去互警察抓起来。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勒15出现警民冲突的场面，抗议政府贪渎的民众遭到穿乌衫的人攻击，来爆发对立。政府出动镇暴警察维持秩序，示威者向警方弹炮啊、甲照明弹，警方是发射催泪ga斯甲喷雾弹，造成民众受伤，也伫市区引起大小火灾。这场变调的游行会当回溯到2024年底，第2大城诺维萨德一座火车站，厝顶因为施工放落来造成16死，民众怀疑政府因为贪渎，才造成这件公安意外。有大学生发起反政府和平示威，活动继续超过8个月，参与的人数达到数十万。部分团体占领大学校园，封锁道路，抗议政府的腐败。这场大规模示威也造成总理甲内阁请辞。双方爆发冲突继续3日，政府出动镇暴警察对民众展开拘捕行动。当地消息指出，有几啊百人被逮捕。Ovakav vid saradnje batinaša, policije i SNS-a je zaista nikada viđen do sada i zaista svi su građani i građanke jako potrešeni ovim dešavanjem。民众对政府动员支持者甲警察攻击示威民众行动感觉唔敢相信。15诺维萨德的警察总部外口组织几啊百名示威者，要求释放被逮捕的抗议人士。Brutalnost policije, sramota za ovu državu, za Dačića, za Vučića。因为塞尔维亚当争取加入欧盟，抗议冲突事件也引起欧盟关注。外界周期，警方执法超过，和和平示威变作闹血冲突。警方表示依法处置，不客气也否认组织动员的指控。公司新闻张小芬编译。今仔日国际上还阁有啥物大代志？带各位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根据英国《卫报》16日报道，9月份伫咧所罗门群岛举行的太平洋岛国论坛。因为台湾等等关键的国家无受到邀请，咱伫咧当地友邦土瓦鲁甲咱相听，讲按算要提出相关的方法，而且嘛讲会看其他太平洋地区头人的反应，才来决定敢要参加9月份的论坛。德国的外交部长瓦德霍要去拜访日本甲印尼，昨晖伊发声明批评中国伫咧台海侵扰的行为是愈来愈严重。另外，伊学到日本伫咧乌克兰的问题甲欧洲团结一致。嘛强调日本甲印尼的重要性，甲因经济发展的能力。过来关心西班牙各地今仔日发生20搭严重的火烧山，这火势炭了真强，致使当地公路都要封起来，火车的运作嘛冻点。政府是赶紧加派500个军人去斗拍火。继续来看，川普要甲普丁会谈进程，又讲习近平有答应，只要川普要咧做总统，中国都袂拍台湾。有学者讲，这应该是川普伊要展现伊个人较强势，想要掌握局面的风格。其实，甲习近平的约束嘛是无啥会信任。伫前欧阿拉斯加甲罗西亚总统普丁会面进前，美国总统川普接受福斯新闻专访的时，主动提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捌讲，只要川普是美国总统，就袂入侵台湾。川普回应感谢这款的承诺了后，习近平又搁讲，但是我真有耐性，中国也真有耐性。对此，中国驻美大使馆回应，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上重要搁敏感的问题，美国应该细致处理牵连台湾的议题，毋过无直接证实也是否认川普的讲法。强烈的政治讯号就是川普是强大的，美国后是有实力的，他一切的大局都在掌控之中啊。他跟主要的各国大国领导者之间都有沟通、都有对话。
学者认为，川普希望呈现主导外交的强硬风格，就算相关的内容是真的，北京也袂因为一句承诺停止用武力侵犯台湾，有关爱密切观察中国动作。那陆委会主委邱水正则出席金门两岸和平消灾祈福大法会，是向中国发声讲应该以和为贵。两岸和为贵，有话好好讲，在对等尊严的原则，能够正常、健康、有序的来交流对话。邱水正指出，中国对台湾复合性的施压已经成做台海不安、两岸紧张的主要源头，呼吁放弃对台湾有敌对的思维甲无好的作为。也若咱方也继续强化自我防卫能力，传出明年度范围较快，国防预算决定会达到老总统宣示的 GDP 3%。金额本身来讲，可能不是重点，而是实质上，国防部应该好好考量的是如何增强我们的国防实力，实质上的增强。达到3%，那对盟友来说，他从数字上可以看到台湾展现自我保卫的决心，从整体装备的提升、国防自主能力的提升，我们也扎扎实实建构真实的力量。民进党立委分析，咱所讲的范围较快国防预算，包含最后一年度的新型战机、甲海空战力提升计划特别预算，还有国防部要提出的军购特别条例，也伫海巡、反恐怖分子警察、退伍的经费等等，符合北约计算的模式，按上第2日行政院会定案，送立法院审查。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我来看8月23日立委的罢免投票就伫要到啊。国民党主席朱立伦甲台中市长卢秀燕等人做伙伫咧台中造势反罢免，也若罢免团体嘛是拍拼咧宣讲，呼吁民众都爱投同意票。票投不同意罢免。 8月3罢免投票进行，最后黄金就话，国民党党兵伫中台湾办大型造势，要伫听面对罢免的台中南会尹庆兴、江启臣、颜宽恒。 唔是因为讲伊有服务做了好啊歹，真简单，政党无共，立场无共，所以甲你罢免。8月23有真侪人认为讲过关啦，过关啦。即马上烦恼的，就是咱的出席率。坚强咱家己，肯定继续留伫立法院，继续来监督，叫一定要顾产业、顾民生。 台中市长卢秀燕带领和国民党主席朱立伦的手俄罗斯有领导力，两人互动引起外界咧叫国民党主席的选举。罢免团体是甲民进党换人国政，斗阵到市场徛路口，希望争取更较侪支持。拜托，后礼拜啦，就是咱投票的日子吼，拜托大家一定要出门，同意罢免。另外一边，伫南投第2选区，国民党立委游好找副任县长张立先，跨县市合体也到市场来拜票。好啊，我同意罢免。谢谢啊，再拜托。拜托大家啊，为了台湾，我们要罢免不适任的立委。 民进党立委王岐川是去新竹县，助攻国民党立委林书明罢团，罢免和进入最后阶段，挺罢反罢拼陆战，全力催票。记者综合报道。8月23除了罢免案，也阁有核三厂敢要停捧的公投，嘛要来投票。展会获悉的董事长董子贤开记者会，伊强调讲，即马当咧发展 AI 等高科技的产业，是真需要核电厂稳定的电力来支持。 不过，针对这核废料要安怎处理，有立委就批评董子贤根本就无好好回答。由获悉联合科技董事长董子贤拍开真大看板，238位联署人全部是伫顶面。8月23日要进行全国性的重新启动核三厂公投。政府代表继续邀集各界专家学者举办联署记者会，8月选前只要一个礼拜日来邮票。 他们也纷纷投注在核能的发展、跟研究、跟直接购买核电上面。那台湾为什么要落后呢？人家拥抱它唯恐不及，你却在计较能不能给他一点点的电。董子贤强调电力对高科技产业的重要程度。不过，进前反方代表民进党立委曾水勇是提出质疑，高解核废料长期放伫屏东，当地民众敢讲是二等公民。 更加点名董子贤是不是应该放伫花莲呢？17董子贤是讲，一个政治清廉、环境保护、水利好等，拢是一流的国家公民。那好，不会要怎么办？怎么处理？完全没有去做回应嘛，这个是一种高高在上啊。那你如果垦丁往上去300公里的话，台湾整个粮仓沦陷呢。
核废料议题即阵也未有定论，不过民众党前主席郭文铁10年前对核废料反对立场，北讲是加尻川空填起来，甲你讲好食，你哪会吞得落去咧？俊也方重新来检视。吴国昌是向赖清德提出辩论的建贴。如果民主进步党的主席赖清德，他真的对这件事情这么有意见，下礼拜我们加开一场公开辩论。那我们建议他呢，首选当然是跟2018年的黄国昌来辩论，跨时空的一个辩论，精彩可期。因为民众党婚姻关东部副主委林美丽批评国民党对823公投无积极，吴国昌讲合作愈快，国家利益高于政党。国民党是发面世呼吁支持，核三厂重新启动公投，转来到稳定的能源正路。记者综合报道。我来关心，伫南投有一个70岁阿公，伊带伊8岁的孙，还有另外一个朋友做伙去爬山，想袂到山因为拄着风台，所以因怎就地搭布棚伫遐避难。不过，这两个大人那像是失温伤过严重，是先叫都叫袂精神。加在这个8岁囡仔是真正讲，赶紧打电话报案。不过真不幸，这两个大人要是救无回来。南投县消防局拜6中昼接到通报，一个70岁单先生带8岁外孙甲63岁姓詹的女山友8月7日对花莲出发，规划爬南三段，按正17对南投县胜利乡东部落山，但是10日行经过科洛安山的时阵，拄着风台，大布棚劈烂，16早起，囡仔发现外公甲女山友叫袂醒，摕阿公的手机报警，消防局随申请直升机救援。后送一位一名年约50岁女性，因为山域事故欧卡的患者至竹山秀传医院。2个患者明显欧卡了那个8岁小孩目测小儿三角正常的。第3甲民间消防分队救护车接到通报，分别将3人送病院。病院指出，单先生和詹女士到院进前就明显死亡，研判是失温伤过久，外孙只有小可脱水甲拍伤。阿公的部分，他一来，其实到院前就明显的死亡但是来的时候，我们还是有照急救流程，应该是失温的时间过久所以我们抢救了大概30分钟之后，也还是没有办法顺利的抢救回来。消防署呼吁山顶天气变化大，一定要做好行前准备，而且唔通爬超出能力范围的路线，嘛应早维持通讯设备，在紧急情况下提供定位资讯，争取黄金救援时间。记者邢平仪南投报道。我来关心，伫咧屏东垦丁往社顶公园的车路是凶破一坑，这个坑差不多有2台汽车这么大坑，而且深度有2公尺。警方是赶紧去现场关制交通。可能原因是近日大雨径流集中冲刷的结果。当然，这一区原本就是属于高位珊瑚礁岩，是属于广义的喀斯特地形，常会因为长久的大雨或者是侵蚀，会造成所谓的溶洞。画面内底会当看到这车路破一坑真大坑，这个坑有6公尺长、4公尺宽，而且深度有2公尺深，是真危险。加在是无人受伤，初步估计需要3天的时间才有法度来修复。请民众这几天若要经过这个路段，就要特别注意。伫台北的新兴高架桥通车已经超过40年，不过最近有民众发现讲，这高架桥哪像是有壁损，是赶紧通报市府。那市府是回应讲，这并不是壁溃，是桥因为温度的变化会当予伊春久的芳，因一直拢有咧监测，安全无问题。通车超过40年的新兴高架桥，是连接台北市士林区到中正区的重要道路。不过有网友翕这段影片，指出新兴北路3段高架桥有壁损，而且看起来真严重，呼吁民众爱细致。台北市府新建工程处赶紧拨回这是桥春久的芳。我们从110年起就设有监测系统，来持续24小时及时的记录桥梁的受力与变形的状况。那依照监测的结果，监测的数据长期都是呈现稳定的状态，并没有发现异常变化。
也显示桥梁结构安全无虞。台北市新建工程处表示，民众翕的画面是属于新生高架桥下吉人河迄段，桥顶破布结构是用纤币钢块的石造，主要下过中这段是用2个纤币以加接的方式做连接，也老桥春秋的旁，这是苏当时咧起桥时真正看到的设计。那网友翕的春秋旁边啊，看起来有必顺。台北市府规划讲是施工时模板灌浆的时有接旁的痕，不是空骨的结构避开。因为新生高架桥呢，它是比较早期的规范做的，那应该要持续去做检测。那最有效的方式呢，除了是检测计算以外呢，其实可以装所谓的这个类似这个人体的血压监测的这个自然振动频率，装在桥上来看说这个桥的这个自然振动频率有没有所谓的衰减变软的状况。台北市府强调，针对新生高架桥可能有必顺的情形，目前都已经咧施工修理，按算年底进程会改善好势。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来关心新北市双和病院的急诊，最近打广告，讲因即马是一个医护人员爱顾13患者，这甲标准的护病比1比6是差真济，引起众人的关注。因那病院这边是回回讲，是因为迄天病人的数量雄直头增加，才会来打广告。虽然急诊室是无咧看护病比，不过卫福部长邱泰源嘛讲，会赶紧来解决急诊大塞车的情形。急诊室门口病人来去，双和病院是新北重要医学中心。最近有网友伫网络打出急诊室门口的字条，顶头写本急诊即阵护病比例1比13，若无多等会使到附近其他急诊。也若护病比例数字引起注意，因为依照即阵3班的护病比例标准，卫福部是奖励医学中心伫这日班达到1比6。急诊其实本身它没有护病比这件事情，有时候是一阵子就会比较多人哈。所以，而且双和医院位在那个地方，其实一直都是急诊的重症，总是要让它有一个适当调配机制。邱泰源强调，急诊无纳入护病比例来计算，不过急诊人真多状况下，确实爱研究7条来调配病人，包含区域整合、甲部立病院建立绿色通道等，以及落实分级医疗，均拢伫陆续执行。双和病院是澄清，急诊护理人力需求是依据这个布局层数加年度急诊就医人数来计算。双和人力需求标准是68人，即阵有78人，有符合标准。即摆是因为迄天急诊收治病人一时啊逼真多出来，顾及就医病人的权益，急诊的当然才会打这个告示出来。那这以职业安全卫生法来讲，雇主本来就要注重我们的身心健康，还有我们的工作安全。可是我们的现行法规在制定的时候，我们的卫福部根本就没有去看到这一些的法律规范，不只是工时啊，还有我们人员在照护的身心负荷。护理师团体是主张医疗机构设立标准，爱纳入职业安全卫生法，另外应该爱3班的护病比例立法。问诊状况疏通了后，才有法度改善急诊。对此，邱泰源是讲，先用奖励机制确保病院会使达到3班的护病比例标准，到时阵自然就立法，同时一定会顾到病人的权利。记者综合报道。即卖的人囝生了少，就算拄着龙年，囡仔嘛无生较济，学校的学生嘛得咧减少。专高中建议，按照目前的情形调整一个班的人数。不过教育部是讲，一个班的人数若要变动，要是爱看未来有偌侪人出事，学生的济少来做决定。囡仔生少的情形已经真做国安的危机，更加冲击教育现场。教育部有估，随13年前龙年出生的数据进入国中甲国小，学生人数高峰期已经过啊，总人数一直落来。118学年国小学生人数落到700万人以下。由108区讲强调个别化教学，全教总建议教育部应该调整班级的人数，甲国中小一班人数降到25人，高中降到30人以下。若无每年敢若予高中降1-2人，实在上班咯。人数众多的一个教学，其实就有一个问题嘛，你没有办法去针对每一个孩子的一个学习的部分，是有个别化的一个练习。你的课纲希望说到个别化，但是实际上这么多的一个班级人数，老师怎么让孩子去做发表？
大学部分，教育部预估今年人数的下降情形会一直到118学年的虎年效应了后，6到83万人的低点。因不休小随2年注入进入大学，122学年度一个月增加到91万人。高教工会认为讲，对114年到122年的8年，对高教敢若亲像8年空间，呼吁政府对私校多多增加经费，解决办学的困境。到了122之后，它其实就是一去不复返。对私校来说，特别是私立大学，你114到122，自己觉得说这跟当年抗战也没什么不同了。如果你没有子弹，你没有资源，确实会让私立学校在某种程度上面就是自己求生。对着各方的意见，教育部讲，每年的国小学生人数变动情形，因为爱看未来出生人数，也有学生人数情形来决定。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放送头来关心，伫咧中华有一个70多岁阿伯，伊伫咧公园散步的时阵，煞去互一只狗仔攻击。有一个议员拄好经过，嘛斗去救人，煞嘛去互夹着伤。根据动保法，这只狗仔的主人有可能都要罚款15000块。民众身躯顶有真侪所在着伤，坐伫涂骹无法度徛开，边仔就是中法院的议员洪庭明，以后受伤脚头虎有明显的空喙，因拢互送病院，加这是无真严重。因那这两人拢是互这只歹正常的狗仔夹着伤。没事。狗仔红关伫笼仔内，外口搁挂白野警告。代志发生伫15下晡，中华二林一个公园，苏当时71岁姓李阿公当咧散步，这只加拿大5犬伫遮醒过来攻击，甲人缀伫涂骹架。苏当时关议员洪庭明就伫附近，随便去甲伊赶，也互伊夹着伤。经过来看，我咧爱伊我做我若无伊变哪？我好像有夹接他夹死。我们一个大男生这么魁梧的大男生来讲，不会去考虑这件事情。第一个是先考虑现场的一个民众的一个状况。对，结果他更凶，对，他更凶，他可能他的狗的天性吧。主人已经回失礼，也愿意承担医药费。迄天时厝内底的人饲完狗仔，无甲笼仔关了好势，地输狗仔走去，伊也答应会加强管理。我们会跟失主进行相关的宣导部分，请失主要尽到失主责任，然后对犬只要进行自我控管监管部分，避免说犬只要去侵害到别人的生命财产的部分。中法官董洪寿表示，加拿大5犬虽然属于公告真歹的狗仔，不过毋是亲像5犬同款是禁止饲的狗仔，也需要去调查主人咧饲甲管理敢有问题。若准违反动保法，相关会当罚15000。公司新闻采访报道。真侪时代伫咧细汉时啊，拢会去庙口看戏，不过这个机会即嘛是哪来哪少。伫咧家己溪口有办课程，互在地时代因亲身来做布袋戏的道具。或者老大人会当来夹红仔，实在是新鲜佮趣味。社区中部真认真咧，摕手头的布袋戏道具来上色。家己县溪口的柳沟社区配合乡公所举办布袋戏课程，带因手工来做布袋戏道具，内底是红仔，要互因会使哪耍哪学物件，去头壳阁会当心情好。有进步足侪啦，嘿，咱的智慧啊，搁这个身体健康差足侪，嘿。健康有咯，阮这老爷大家拢这新鲜的用起来呢，真好真好，嘿。社区发展协会表示，柳沟村内无啥物少年人，拢是老大人较侪。平常时的生活主要拢是咧做事，透过布袋戏课程的体验，互长辈除了会当看戏以外，嘛会当家己来搬。伫参与的过程当中，互因有动手动脑的机会。拄开始去研究，伊嘛无啥意愿要来，啊，就是一直甲摇说，摇说到尾，啊，开始上课了后，豆因感觉来遮上课足趣味，啊，所以人数一直增加出来呢。一个上课的长辈讲，较早细汉的时阵，庙口老人遮有布袋戏通看，以前拢伫台骹看人咧搬布袋戏，想袂到食到这个会所，会当阁有机会摕红仔来人来学习布袋戏的相关知识，互因是感觉真新鲜，阁真欢喜。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提醒民众都要注意，政府宣布要普发1万块的现金，不过即马各种的诈骗嘛在咧出现。有要求柜台人员发现讲，去开户的老大人哪像有变较济，都惊有人想要利用这普发现金的政策，拐人去开户提供人头口座。因那要求嘛讲，已经有加强审查的机制。
对政府宣布普发现金一般确定实施了后，各种诈骗手法也开始出现，先受普发现金简讯诱骗民众点连结，诈骗集团是不是用中央存款保险公司名义，讲会使申请全面普发现金1万块，爱民众输入信用卡的资讯。正听讲有邮局的柜台人员发现开户的时段变较多，未准备领普发1万块。电话邮件是讲开户的户数并无明显增加。我建议提领啊，比较安全。对，也比较放心。就不理他啊，那大部分也是诈骗的。就惊拄到诈骗集团，真侪时段大部分讲袂找人代领，又叫甲其他金融机构比开户较简单。不过也互诈骗集团上钓，利用人头户转销也是洗钱。对于审计部报告来看，邮局存款口座新开户一年内底转做警示口座，对2002年的602件，当年增加到去年的1456件。其中第转列警示口座进前，邮局已经甲口座设定真侪管制，也是无正常交易口座。对2022年到去年，每年的比例拢超过一半，显示有将近4成到5成的无正常口座，无妨提早来看出来。一旦你的这个户头交给这个诈骗集团之后，诈骗集团就用你这个户头来做洗钱，所以有些人会不小心你的这个账户变成这个冻结的账户。如果说有人要请你去申办一个人头户，并且把你一些相关的一些这个户头啊，然后申办的一些证件、证明的文件等等都交给他的时候，这时候一定要小心，这基本上都是诈骗。就惊不少人士看到这普发现金正式开户，电话邮件讲已经加强开户审查机制。另外，经由甲35间金融同业组成应该实诈联名，打造邮件 AI 轰炸模型，分析客户交易资讯，提升轰炸机制有效性加准确性。记者综合报道。即马厝价是贵33，真侪人税厝申请租金的补贴来减轻负担。不过，却是有人小贪上空上芳，到3月底为止有36000户共加领，而且其中有59件是早领补助金。目前已经移送法办。全台湾有上100万租厝的人，行政院推出300亿中央扩大租金补贴的专案，要减轻民众经济负担。加上即阵申请条件是较宽松，方便予民众申请，无想到却是产生早领租厝补贴。内政部报告指出，到3月底，总共有36000户有加领情况。其中牵涉诈领的都有446件，有59件以上检调侦办。勾稽就会勾稽到，所以系统都有勾稽到。内政部讲，加领情形的样态包含申请人买厝也是接受政务，婚后配偶有厝，所有提前终止，申请人死亡等，国土署拢会比对资料，把这个补贴入转来。因为我现在是有申请补助的，我是有申请补助的。那我也有跟房东讲这件事情，抓到就还好了，因为一定会有这种事情，一定会有这种比较投机取巧的人。有时候太严格好像也不是什么好事，就是说不定有些人真的有困难，没有办法去执行。就是我觉得还是要从人上面去检讨。根据统计，诈领案件敢若占加领案件1.2%，不过少数民众用无实在所有诈领租厝的补贴，也是有可能去排亏到真正有需求的租厝的人。因为诈领就是他根本没有在租房子也可以领嘛。那第二个事情是你的相关的收入是不是符合标准？第三个说他是不是真的是租屋关系？很多是拿自己亲戚朋友的房子。资格填交的文件审查的部分相对严格。都市改革组织秘书长裴永凯认为，这申请补助的标准真松，甲过去相对无共识，无需要提供厝头家资料，造成有民众可能是假做是厝卡早领补贴，建议政府来重新检讨这申请的条件。记者综合报道。新的政策保护大家知，卫福部宣布为9月份开始试办生育保存补助。18岁至40岁，若是灵癌或者是血癌的患者，若是要冷冻卵子或者是冷冻精子，上济会当补助7万块。希望这个政策会当保障癌症患者因生囝的权益。这32岁女性有婚育计划，不过当时确诊灵癌，伫甲未婚夫讨论了后，先当两感情聊天结束了后，经过医师评估，确诊身体状况转介到生殖专科顺利生囝。不过当两个钱差不多伫8到12万，对癌友来讲也是负担。冻卵的费用其实都不低，所以让我们很多的年轻的乳癌的病友的部分，事实上它是非常的却步。
为支持甲协助甘友保留未来生育的希望，各综合考虑感情发生年会，为发布推动医疗性生育保存补助7万方案。到月开始，先针对有咱的国籍18到40岁灵癌、血癌的患者，提供体能疗程或者是处境处置保存补助，女性补助上限7万，男性处境处置保存每一摆补助上限是8000，每一人上限2摆。有过第一年投入7000万的经费。有考量到罹患癌症的病人，他们后续可能会导致生育机能的下滑或者丧失，那协助他们预先采取保存生育能力的措施。以乳癌来说的话，如果他在治疗完毕之后，在乳癌医师认为就是说他的治疗已经痊愈完之后，他再去怀孕生小孩子之后，日后他的乳癌的发生的比率反而会降低。妇产科医学会肯定这成绩，不过提醒甘友爱甲疗程长时间进行生育保存，希望未来佫扩大补助对象，亲像真侪女性得到，亲像卵巢癌、甲肺癌性的大型巧克力囊肿，手术了后生育能力可能降低，养苹果纳入补助。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这帮的消息，台江雄鹰16对战统一赛以5-2拍赢。台江雄鹰外籍的投手后劲摕到这一季的第12个胜利，而且是下季连赢22场，实在是真无简单，而且嘛创下联名新的纪录。再来看这礼拜的体育周报。这局打者回棒落空，遭到了3振。这粒正水的变化球，甲打者三振，但更向因的杨投后进，16对统一赛先发。虽然第一局就6分，不过要连续4局，3个人起来，3个人落，到第6局结果被共等打。哇，这一棒再来看一下，在右外方向，真的是太夸张，主战。这是后进这季第一遍被共轰扰，统一赛2-1领先，不过台江下半局也连续摕2分超前。这一棒来看一下，在左半边的平飞球落地型传打，跑者绕过了赛之后呢，决定要来冲刺，这个回传球过来，来不及塞。这场比赛后进投完7局，但6K 被攻做5支安打，6分，算是优质的先发。比赛结束，台江5-2赢，后进摕到这季第12胜，加这季上长的4连败动来，也创看季22连胜的联名新纪录。后进摕到这场的单场 MVP， 伊讲无想多，就是平常心投。It was just a secondary topic, you know. We're out here to win games, out here to focus pitch by pitch, inning by inning, and that's what I'm going to do. And the record is just a part of that. 后进自前年的8月29开始就无投输过，迄当阵也搁伫咧乐天桃园。去年转战到台江了，到即马已经创30场先发不败纪录。后进拍破由统一赛传奇投手潘威伦所保持的看季21连胜的纪录。礼拜比赛前，台江的球团举行表扬仪式，潘威伦也特别到场颁发手板，象征传承。记者综合报道。伫东南亚的国家，拢有家己特殊食食的文化。亲像印尼有一种传统的饮料，是用100多种的药草来炼的，气味是真特别。即嘛伫咧台北车头附近有咧卖，除了真侪外籍的移工会去买，嘛有不少台湾人嘛来试啉看卖。Minuman yang saya pesan ini namanya jamu Jokowi. Rasanya agak manis, asam, dan sedikit pedas, namun aromanya sangat harum dan sangat menyegarkan. Anda percaya tidak? Kini jamu juga sudah tersedia di Taiwan. 这杯看起来色水正雅目的特调饮料，红号名做詹姆石口味，都是做口味草本饮料。詹姆是印尼人手一杯的国民草本饮料，内面的成分有姜、姜黄、柠檬，还有酸角这的香料，用酸甜苦咸来甲形容是真拄好。真爱啉的印尼籍的民众讲，逐工啉詹姆对健康真好，因为内面这香料会当活化身体细胞，增强抵抗力。 Maknanya itu ya untuk orang Taiwan biar tahu itu jamu itu sehat。这间饮料店的头家是一对翁仔某，先生是台湾人，太太是印尼华侨的后代。两个人去巴厘岛度蜜月的时阵，意外去食到当地的詹姆，深深互迄种真歹形容的特殊味去想到。 因为这边我们所在的地点其实就是小印尼街，对，然后这边本来就有很多印尼的移工朋友在这里周末周日会在这边聚集吃饭。
头家讲会甲这店开伫台北车头的附近，就是因为这附近就是有名的印尼街，逐工拢有真侪印尼移工伫遮聚集，变做因2成的人客。互人真意外的就是其他有8成的人客竟然拢是台湾人。亲像这个人客讲，伊真久以前有伫印尼啉过食物，所以来对这个味道一直无法度放袂记。即摆会当伫台湾找到一间会当提供原汁原味的食物，互伊真正足欢喜的。因为我之前去过印尼了，所以这对我来说还好。对，我之前有喝过的。店内唔但是有请印尼的新住民含工读生，佮不时拢有办活动推广印尼文化，希望互更较侪人熟悉这个热带都市国家。Senang banget sih, soalnya udah beberapa tahun di Taiwan tuh nggak pernah ketemu jamu gitu。替人客捧一杯介热的凉的，这个宣扬印尼文化的台湾人，要用上鲜的食材，互经食的人客嘛爱食，或者印尼的特色饮料伫台湾嘛拼出家己的一片天。记者综合报道。天气报你知，来看今仔日各地温度。北部地区上加26度，上悬35度。中部地区上加25度，上悬35度。南部地区上加25度，上悬34度。南部地区上加25度，上悬32度。咱来看外岛地区26度至31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早起新闻，我是丹妮，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